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莫德纳疫苗，伫7月中旬暂停来注射，一直到昨才阁来开放预约。但是咧，伫7月16到8月初3这段时间，应该敢若会当注 AZ 疫苗哦。但是结果竟然是有344000多人来注到第一剂莫德纳。其中，交通部、教育部、经济部等等这部会有将近5万人来注到。国民党的立委质疑讲，这个敢拢是防疫的重要人员咧？啊，另外将近这30万人，佫到底是假咧？国民党的立委痛骂讲，这是特权，要求疫情指挥中心爱伫3天内提出着名单。注新冠疫苗预防射的人已经超过3成 ，BNT 疫苗嘛已经通过紧急授权 EUA， 不过注文平台还未有 BNT 通用。高端都可以已经开始预约了。为什么 BNT 不可以开始预约？我们要求把 BNT 疫苗的这个平台预约也要放进来。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嘛伫面册写讲，指挥中心伫7月15下令暂时注莫德纳，一直到今日早起10点，又搁开放莫德纳的注文。7月16到8月初3这段时间，应该干来使注 AZ 尔。依照卫福部官方资料统计，注第一剂莫德纳的人数雄雄增加344000多人。其中，交通部、教育部、经济部等的部会都将近5万人。至于讲这5万多人，敢真正拢是防疫重要人员？另外，将近30万人，这人又搁到底是什么人？到底是哪些人？这些人可以走后门吗？这些人有特权吗？难道台湾的老百姓是有分1等国民、2等国民、3等国民吗？哪些单位？我们要求他们3天之内给我们照表作色提出来。因过伫中度进前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无回应，嘛和这个莫德纳疫苗到底是不是有人偷注外界有缘雾煞煞？